嘅。咁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？我喺農村出世，我諗大家都知㗎啦。咁我6歲咧就係嚟咗鑽石山。咁我爸爸就係消防員，你知唔知我爸爸守邊度啊？我爸爸係守機場㗎，因為機場我先夠錢長大。咁所以機場對我嚟講係一種好近嘅一種感覺。咁會唔會亦都係因為咁，所以你嘅 office 都要喺呢一度附近咧？咁我知道你嘅 office 咧，其實一望出去咧，就會見到啟德體育園佢嘅興建同埋落成，係咪？咁今日嚟到呢一個嘅場館，你嘅感受又點啊？我感受好深㗎，因為嗱，我讀書咧就喺黃大仙嘅，小學、中學咧就喺新蒲崗嘅。我每1秒鐘讀書嘅時候都聽到飛機聲嘅，直至到飛機場搬咗啦，我就搬咗嚟呢度工作，望到機場開始慢慢興建體育園，然後今日見到同大家一齊喺度見證呢個盛事，多謝晒你哋，多謝大家請我。Thank you， 多謝。咁好啦，而家有請阿華仔咧，就同我哋一班嘅嘉賓咧嚟一張嘅合照先。嗱，呢一張合照咧好特別嘅，因為需要你哋轉身。係啦，咁咧，因為一陣間咧，我哋要派呢一個街坊福利啊。嗱，點樣為之街坊福利咧？即係話呢一幅相係會見到晒我哋現場咁多位嘅觀眾。會擺入時間內裏邊㗎。嗱，好啦，咁而家我哋嘅大會攝影師係咪已經準備好啦？係咪？好，我哋一齊數3聲 ，1、2、3， 大家笑下，好啦，仲有一張 close up 好唔好啊？咁喺呢個時候咧，請我哋嘅嘉賓稍移玉步，我哋行前3步。好啦，要行前啲，係貼緊我哋嘅舞台。好啦，喺呢個時候咧，亦都係邀請我哋現場嘅觀眾，亦都要展示你哋嘅熱情同埋正能量。好，嗱，我哋而家喺呢一度 ，OK， 可以。哇，你睇下劉德華先生咧，真係好認真。佢因為係 close up 咧，佢直情係貼緊我哋嘅大會攝影師。好，我哋嚟啦！1、2、3。我哋台上面嘅嘉賓咧，稍移玉步嚟到樓梯邊，好，嚟到呢度請啦，係，因為點解咧？一陣間有個好重要嘅儀式，咁所以我哋唔好行到咁前啦。不過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哋有一幅長達3米嘅照片咧，係要送去我哋嘅咁重要嘅嘉賓手上，我哋一齊睇一睇，因為呢一幅咧長達3米嘅照片係記錄咗就係啟德體育園位處地方嘅悠久歷史，啟德有大量嘅宋代同埋元代嘅出土文物，而啟德機場亦都係記載咗香港航空業發展嘅歷史，直至到1998年機場搬遷，啟德就重新規劃成現時嘅新面貌，集合世界頂尖人才專家，精心籌劃設計，從2019年展開工程，到今日2022年3月1日。啟德體育園隆重開幕嘅各個歷史時刻。Thank you， 好多謝晒我哋嘅嘉賓。嗱，話都冇咁快，我哋頭先一開幕時候嘅照片，同埋我哋剛才嘅大合照已經影好咗啦。咁喺呢個時候咧，有請我哋幾位小朋友可以將照片就係送到台上。然後現在我們有請幾位象徵未來與傳承的小朋友，可以把這個典禮的照片送到台上。喺呢個時候亦都有請劉德華先生2步向前，去到我哋嘅時間廊前面，可以將我哋嘅時間廊嘅蓋可以揭起。好，喺呢個時候有請我哋嘅小朋友將珍貴嘅資料可以交俾劉德華先生。現在我們就有請華仔為我們主持時間堂的儀式。
好，有請劉德華先生將重要嘅資料放入匙羹內，有請。